今日同大家嚟到渣甸山參觀一個老牌嘅豪宅屋苑嘉雲台，亦都係我哋公司獨家代理嘅一個筍盤。嘉雲台呢位處於渣甸山呢個非常之罕有嘅地段，屬於12校網，附近名校林立。早前呢就已經完成晒大維修噶啦，生活配套亦都好方便，行幾步呢就有超市啦。屋苑門口呢都有小巴可以直到銅鑼灣，交通都好方便。而今日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實用面積係1439尺，3房1套嘅設計，仲連有一個1465尺嘅多功能天台，再加多2個車位一齊放售。一入門口呢，我哋見到一個女字形嘅客飯廳，格局好方正，間隔好分明。最吸引嘅呢係佢成個客飯廳呢係做到南北對流，成個單位非常之通爽舒服。客飯廳呢就連接一個大露台，外望維港嘅海景，而另一邊呢就係渣甸山嘅翠綠山景，一邊山一邊海，視野非常之開揚又舒服。客飯廳呢嘅空間非常之闊落，就算擺放咗大型嘅家私呢，我哋見到活動空間都依然好充足。呢種實用感正正係老牌豪宅最吸引人嘅地方。飯廳旁邊呢就係廚房，空間非常闊落，工作台面同埋收納空間都好充足。最大嘅亮點呢係佢有一個大窗嘅設計，一邊煮嘢食可以一邊望住渣甸山嘅山景，非常之舒服。廚房後邊仲有一個洗衫晾衫區，工人套房同樣有窗，可以自然通風。3房1個套房嘅設計，間隔非常之實用，亦都冇多餘嘅走廊位。2間細房呢個空間都好充裕，見到可以放到衣櫃啦、書台同雙人床之後呢，甚至係做到3邊落床。而景觀方面呢，一邊係可以望翻維港嘅海景，而另一邊呢就可以望翻渣甸山嘅翠綠山景。而主人套房嘅空間呢，亦都非常充裕，可以輕鬆擺放到 king size 嘅大床啦，仲有衣櫃啦、梳妝台、電視櫃等等。但係同樣見到都係保留有充足嘅活動空間。而景觀呢，就同客廳一樣啦，都係望翻維港嘅海景。雖然呢現時業主可能整理緊嘅單位擺放咗比較多嘅雜物，但係空間感呢依然非常明顯，整體呢個通風同採光呢都做得好好。如果稍為重新裝修整理一下呢，成個單位一定更加吸引。最後呢，一定要睇埋呢個1400幾尺嘅入契多功能天台，空間非常之方正實用，同樣都可以望到維港嘅海景。無論你喺度種下花啦、BBQ 啦，小朋友喺度踩單車，或者可以請班朋友上嚟開下 party 都非常唔錯。另外值得一提嘅呢，就係嘉雲台呢喺渣甸山上邊係少有嘅大型屋苑之一，會所設施非常齊備，好似泳池啊、健身室、網球場等等。喺半山嘅地段要揾到咁方便又配套齊全嘅屋苑，真係唔容易揾到第二個選擇。